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amantha， 又叫子瑩道長。喺2026年丙午年，人生開始被追債喎。如果你有留意到丙午年嘅運程嘅話，你一定會聽過一句說話嘅，就係2026年嘅廉貞化忌。然後你就會睇到一大堆嘅標題，又話廉貞化忌等於官司官非，廉貞化忌又等於感情嘅崩盤，廉貞化忌又會等於翻車、塌房、破財。但係我想先講一句實話。如果你只係將廉貞化忌當成一個壞事嘅話呢，咁你係等於冇聽懂紫微斗數㗎。呢段影片裏邊我唔會嚇你嘅，亦都唔會成日同大家講今年好猛啊，好難過啊，要小心啊。我唔會用呢啲廉價嘅說話嚟到同大家講，亦都唔會嚟嚇大家嘅。好啦，我只會用一啲真正嘅結構邏輯，一次過將幾件事講清楚佢。第一，廉貞呢一顆星曜本質到底係啲乜嘢嘢呢？第二，乜嘢叫化忌？佢嘅忌唔係運氣，係人性嘅結構。第三，廉貞化忌落喺唔同嘅宮位嘅時候，2026年到底會發生乜嘢事呢？當大家聽完以下所有嘅片段之後，你可能又會發現咗一件事，原來2026年並唔係倒霉嘅一年，只不過係唔再俾我運落去嘅一年。廉貞星到底係啲乜嘢嘢呢？佢係紫微斗數14個主星嘅裏邊，廉貞係一顆非常之容易被誤解嘅星嘅。好多人一聽到廉貞，佢就會聯想到慾望、桃花、是非、官非、糾紛。不過我要糾正一樣嘢，就係廉貞星從來佢都唔係壞嘅星嚟㗎，佢係一個有制度同慾望嘅邊界之星。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廉貞嘅，佢唔係你想唔想要，亦都唔係你敢唔敢要、該唔該要、能唔能夠承擔嗰個後果。喺微體系裏邊嘅廉貞嘅核心關鍵詞只有4個，就係權力、規則、慾望、邊界。廉貞星強嘅人呢，往往有3個特徵嘅，對於資源、位置、關係有好強烈嘅掌控欲嘅。佢好清楚點樣走捷徑，亦都擅長喺規則嘅邊緣遊走。講白一啲，廉貞唔係老實人嘅星，佢係識得用規則，識得去喺規則裏邊挑戰嘅星。所以你可以睇好多真實嘅案例，你會發現好多係官場企業高層制度制定者，甚至係有爭議性嘅人物、塌房嘅人物，佢哋嘅命盤裏邊好容易就睇到呢個廉貞星，因為廉貞從來都唔怕站喺舞台嘅正中央嘅，佢怕嘅係被照亮。咁乜嘢嘢係化忌啊？真正嘅忌唔係倒霉，而接落嚟嘅影片係最重要嘅一段，我哋下集繼續。